今日帶大家嚟參觀一個咧飽覽深灣遊艇會嘅全新低密度豪宅景南。講緊咧大概咧個零兩個月之前啦，已經咧逐漸咁樣開放。但係點解咧 Hugo 要等到今日先過嚟拍俾大家睇呢？因為當其時咧都係睇一啲叫交樓標準啦，完全冇擺家私。我哋咧就咁走去 preview 咧個 feel 咧可能都會爭少少。終於等到咧發展商咧最近呢兩日啦擺好晒家私，我特登咧衝過嚟咧拍俾大家睇咧兩隻唔同間隔嘅一個4房單位，包括一個1700尺啦，同埋一個1600尺嘅一個分層單位俾大家參觀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Hugo， 今日帶大家嚟參觀位於一個鴨脷洲海旁道嘅全新低密度豪宅景南。講緊呢度好簡單嘅啫，間隔咧就係分層單位啦，一梯兩伙。咁我哋首先咧參觀一個實用面積1709尺嘅4房大平層。呢個單位好在呢一個橫廳設計，無論喺飯廳或者客廳咧，都可以坐擁前面咧咁靚嘅深灣遊艇會海景。景南咧係一個低密度發展啦，成棟大廈咧只係提供咗38個單位，但係車位咧有成77個。成日都話啦，為條鞋帶賣鞋。如果你係好中意一啲咧私隱度高、低密度發展，而且夠車位嘅豪宅咧，今日呢個景南咧應該可以滿足到俾你。其實佢嘅地理位置咧就非常簡單嘅啫，就係介乎咧呢個南區莊啊同埋立福圖南灣嘅中間位置。咁啊講緊呢一個低密度發展啦，成棟樓咧戶戶都望到前面咁靚嘅海景。首先你見到我咧嚟到客廳呢度啦，而家發展商好簡單，擺咗一啲咧普通嘅家私，做咗少少牆紙，就冇乜入牆嘅一個特別嘅 design。但係咧你可以睇到咧，成個空間咁咧非常之寬敞，一個橫廳設計啦。喺呢個客廳行到過嚟咧，就係一個可以容納到啦10至12人飯台嘅一個飯廳位置。同樣咧，我哋喺度食飯啊或者招呼朋友傾偈嘅時候咧，都可以水平線咧望到咁靚嘅海景。哇！今日咧終於有個秘密咧 ，Hugo 藏喺心裏邊咧幾個月啦，終於可以同大家公佈，係關於咩咧？就係 Hugo 咧終於出一本實體書。點解我會有咁嘅念頭咧？其實講緊咧，我當年咧20幾年前啦，未做地產呢行之前咧，曾經都有個作家夢啊，好想去做編劇啊，亦都參加過咧呢個劉德華華仔天地舉辦嗰個編劇大賽啦。當其時我仲攞第4名咧，嗰封 email 咧，我到今時今日咧仲喺我個電子郵箱裏邊嘅。咁但係奈何啦，生活敵唔過現實。咁當其時咧，始終都係要揾食啦，所以我最後咧決定投身咗地產代理呢一行。不知不覺咧做咗20幾年。咁呢幾年咧自媒體搞得都叫尚算成功啦。有時有啲行家啊，或者有啲客咧，成日都同我咧了解好多豪宅啊，或者咧點樣去做呢個豪宅嘅心得啦。所以我決定啦出一本實體書啦。尤其是咧，我成日拍片咧，我都會留啲觀眾嘅留言，佢話 Hugo 你講嘢有時太快啊，或者太多懶音。咁我都明白嘅。文字咧帶有溫度，始終出一本實體書咧，俾大家去感受一下咧嗰個豪宅咧，我覺得咧可能咧嗰個體驗咧會比咧有時你睇片會更加好，所以我決定咧喺今年咧出咗我人生第一本著作啦。咁我書名咧就叫做《從容成交》，過億元談闊暢上嘅心理博弈。咁又會喺咧今年嘅書展咧正式叫公開發售噶啦。2026年嘅香港書展咧會喺7月15號至到7月21號期間舉辦啦。咁我亦都會喺呢個7月17號星期五啦，當日嘅中午12點咧，喺一個書展嗰度咧會面㗎。咁如果到期時咧，大家有興趣咧，我哋可以做一個面對面嘅深度交流。Hugo 咧一直都想咧回饋一下咧我頻道會員嘅，今次咧終於有機會啦。如果本身咧有訂閱到我頻道咧，麻煩你截圖俾我微信或者 WhatsApp 咧，我就咧親身咧將呢本書咧郵寄到去你手上。咁但係好可惜啦，因為首批嘅書咧真係有一個限量啊。咁另外我都預留咗俾一啲 VIP 客戶啦。
如果咧萬一咧喺個書展期間裏邊咧，我寄唔切俾你啦，希望你相信 Hugo 嘅執行力同埋我記性啦。我一到大貨喺手咧，一有實體書喺手咧，我會第一時間咧根據個次序咧直接寄俾你噶啦。另外咧，如果咧你本身唔係喺香港出席唔到今次嘅書展啊，又想訂購我本書咧，歡迎亦都可以 WhatsApp 或者微信我咧去預留呢本書。到期時咧呢本書嘅大貨一到咧，我亦都會咧根據個次序咧逐漸咧咁樣慢慢發貨寄俾你噶啦。喺飯廳旁邊咧就係廚房嘅位置。首先我右手邊咧就係一個雙門嘅 Mila 雪櫃啦。呢度咧全部都配備咗啦歐洲頂級品牌嘅一個爐具啊，包括紅酒櫃啊、蒸焗爐，全部都應有盡有。而且咧新樓有個好處啦，你見到個廚房個採光度都非常之高㗎。入邊咧就係佢嘅工人套房。今次嘅1700尺咧，原裝一個4房雙套。首先參觀咧喺玄關旁邊咧一間細套房，左手邊咧會有自己嘅套廁啦。嗰度嚟你見到個家私擺設咧係一個女房。點解我會咧重點介紹呢間房先呢？因為其實咧佢雖然只有38個單位啦，其實跳到20幾樓咧有一啲咧係近乎咧3000尺原裝咧發展商嘅大平層。佢只不過咧係將 A、B 兩個單位咧打通咗，改成一個畫面啦，三邊海景都會望晒。但係如果有啲客咧追求性價比，我亦都唔需要帶高層嘅海景，我中意水平線咁樣望出去嘅話咧，可以考慮下啲中低層咧。喺呢邊咧有一幅咧叫做非主力牆啦。當然你可以同自己室內設計師啊，或者呢個建築師傅啦，咁可以研究下睇下有冇需要打通佢啊。或者咧有啲咧我哋成日話啦，一家團聚啦，爸爸媽媽住隔離單位，自己咧住喺其中一個單位，又可以方便大家照顧。過到嚟另一邊嘅睡房區啦，右手邊咧會有個客廁嘅位置，都係同樣啦交樓標準嘅裝修。咁中間咧呢度有兩個細房咧，其實個面積差唔多嘅啫。呢間你睇到個家私啦，打造一個男孩房，同樣有睡床啊、衣櫃，咁會咧廳房同向啦，望翻咁靚嘅深灣遊艇會海景。過到嚟咧，另外一間細房啦，同頭先嗰間男孩房咧，其實面積差唔多嘅啫。個人幾中意咧景南咧，就係佢分層單位咧，每一層都有3.5米嘅樓底高啊。基本上你可以重用呢個空間啦，加上呢個落地玻璃，採光度非常之高。最後參觀埋主人套房，主人套房咧入到嚟，我右手邊咧就係佢嘅主人套廁啦，同樣係鋼廁嚟嘅。然後呢度咧獨立劃咗一個空間咧，作為一個衣帽間啊或者梳妝台嘅位置，同樣有窗可以通風嘅。過到嚟咧，呢度左邊做一排嘅大衣櫃，所以你見到咧成個主人套房個收納空間都非常足夠啊。三邊落床咧就必須噶啦，另外咧都配備一個自己嘅少少嘅露台啦，同樣可以望到咁靚嘅海景啊，同埋好翠綠嘅山景。之後咧，我哋過到隔離咧參觀埋咧呢個實用面積1598尺嘅4房單位。呢個單位嘅間隔咧同頭先有少少唔同啦。頭先係橫廳，呢個係一個長直廳。因為我哋同樣咧都有客廳呢個位置咧，攞到咧呢棟樓咧最大嘅賣點就係一個深灣遊艇會嘅海景。呢個單位咧同樣好簡單，都係擺咗啲家私去區分係一個客飯廳。見到客廳呢個位置咧擺咗2組梳化，正常呢個位可以做多個 TV stand 啦。側邊咧設計師而家做咗少少嘅吧台區啦，可以兩公婆夜晚喺度望住海景咧飲杯 whisky。
如果頭先有印象咧，我睇隔離 A 單位咧，咪有間細房，我就係話有幅非主力牆嘅。其實佢就會貫連呢個位置。如果你話真係打通咗咧，就係佢上邊咧大平層啊，原裝咧近3000尺嗰個積嗰個間隔嚟嘅。咁之前咧我哋睇過樓上啲積啦，其實你可以任意區分一個客廳或者飯廳，或者好似頭先咁講啦，你唔打通咧，可以咧一家大細啊幾代同堂咧住喺同一個屋苑裏邊咧，你係新樓先可以俾到你。同樣你可以一齊買晒 A、B 單位，或者咧2、3層咁樣一齊買咧，其實你喺二手樓咧非常之難揾到嘅。過到嚟飯廳咧，空間感亦都係非常之大。呢度可以容納一個8至10人嘅餐台啦，側邊仲擺一啲餐邊櫃。個人幾中意一個咧飯廳就係咧，佢側邊仲有一個採光窗嘅。雖然咧一個直廳嘅間隔，正常嚟講咧只有前邊呢度會望到採光同埋通風。如果側邊多咗個窗咧，呢度變咗個對流通風效果咧會更加好。喺飯廳旁邊咧，首先參觀第一間細套房啦。左手邊咧就係佢自己嘅套廁，呢度咧同樣可以3邊落床嘅，而且咧佢呢個 corner 位咧仲有一個套房咧，就兩邊都有個採光窗，除咗可以望到海景之外咧，仲可以咧幫助嗰個通風。嚟到個廚房位置啦，呢個廚房同樣配備咗啦頂級品牌啦 Miele 嘅蒸焗爐啊、洗衣機、雙門雪櫃。佢嘅特別之處咧就係你廚房好少見到咧有對流窗嘅，尤其是兩面咧咁大嘅採光。工人套房亦都有驚喜，因為佢同呢個窗一樣咧會望到咧有海景嘅。呢個間隔咧同樣一個4房雙套，過到嚟咧另外就3間房，包括一間主人套房。咁我老實講咧，中間呢2間房咧，所謂嘅細房啊或者小朋友房咧，景觀就會爭啲，但係咧佢個間隔咧都好方正實用嘅。最後參觀埋呢間咧實用16尺嘅主人套房，佢呢個家私咧都擺得好巧妙嘅，用衣櫃咧分隔開一個獨立嘅衣帽間。你見到佢冇做入牆嘅家私啦，但係同樣可以分開一個寢區啊同埋衣帽間嘅區域。呢度咧好簡單擺一個梳妝台，睡床咧就一定係攞咧成間屋最靚嘅景啦。我哋床頭起身咧就可以正對呢個咧深灣遊艇灣海景，同埋好中意呢個主人套房咧就側邊咧多咗個對流窗，可以望到咧後邊好翠綠嘅山景啊同埋遠處嘅海景。
今日我哋參觀完畢㗎啦。如果有興趣參觀景南嘅現樓或者了解項目嘅資料咧，歡迎可以隨時聯絡我。影片途中咧有 WhatsApp 同埋微信嘅 QR code 掃一掃可以揾到我㗎啦。最後希望各位咧繼續支持我 YouTube channel， 有興趣咧亦都可以加入我嘅頻道會員。最後講多句啦，希望咧可以喺書展裏邊咧見到咧咁多位觀眾。